这是一场唔免去足远的所在，就会当伫你的心目中留下真深的印象。任何所在拢无法度代替，无共款有意义的旅行。笔记寮，笔记寮位伫嘉义直辖浅山的地区，这毋是风景区，嘛无游乐园，甚至连一间西门超商嘛无。真少人会专工来拜访这个庄脚所在，但是这是气氛大汉的所在。外庄人想要了解这个有故事的庄头，在地人决定关掉手机啊，行出户外，互家己一个好好熟悉这片土地的机会。以前带着勇气去冒险，四界佚佗，四界学习。体验无共款的人生，这一回带着壮游的精神，重新熟悉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文化。这是一场甲当地人民深刻的交流。透过这届庄头的佚佗，挑战家己平常时做袂到的，互家己有机会豆豆去理解家己的故乡，开始用无同款的角度来欣赏故乡的美丽。笔记寮就亲像一支充满力量的锁匙，会当超越种族、年纪，甚至是男女的限制，拍开一场公平的对话，互原本无共路线的大家有机会做伙来讲家己的故事。伫庄头来过街，伫山仔来行踏，开始甲家己对话，实在家己是啥。即马搁伫倒位？原来家己嘛有毋捌看过迄一面，就伫即届旅行当中，豆豆找到家己的价值。那安尼，即一届旅行的意义搁是啥物呢？即摆旅程阮所安排有3个大的主题啦。第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灵隐陪照，咱咧陪灵隐的这个技术。第二个就是咱直辖内埔仔老家的较早的记忆，就是较早这条街咧卖啥物的这个记忆，家记录落来。第三，因为时间已经接近中秋节啦，所以我嘛有安排要来探访中秋节土地公要圣诞的活动。那我是以一个外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所在，所以讲这个所在的文化以及习惯，和我所住的所在拢无啥相像。所以讲，我嘛希望讲，我会当以我这边来看待这个地方的经验，来想讲遐个地区的祖先可能是安怎生活。家旅行办伫家己的故乡，听起来真普通，无啥物特殊的。但是慢慢行去家己的庄头了后，才发觉到原来有这个可爱一面。原来茶杯零景观遮尔啊珍贵，啊，阁有是大人所讲的内埔街啊，以前是遮尔啊老个。这届阁有机会去记录到土地公生日的活动。原来大家对这片土地的信仰遮尔啊深深，豆豆开始发觉到。咱家己的故乡遮尔水，我今摆当足骄傲的大声讲，我的故乡是伫嘉义直辖，我是内埔人。听完阮的故乡佚佗，今摆不管你是外庄人，还是在地人，拢欢迎你甲阮用无同款的角度来欣赏这个世界，用任何方式来熟悉家己生长的所在。今摆就来一场无同款的旅行吧！